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演习第4天，7月打成军的海马斯济港火箭系统联军加入操演，国军嘛伫咧淡水河口演练阻挡敌军。气象署连续2天对金门发大雨特报，涨落207毫米，是有史以来高一天上介济，积水引起真侪灾情。大学入奥运考测验今日上尾天，考历史、地理、数学以及公民，成绩7月29公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2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这汉光演习第4天，7月打成军的海马斯济港火箭系统联军嘛加入操演。今日早起伫咧台中实际演练，也那咱国军嘛伫咧淡水河口演练阻挡敌军。咱来看较早前的画面。高机动性快速部署到台中的山区，国军新战力海马斯济港火箭系统12头一届加入汉光演习。海马斯先就地藏伫树林内底进行战力保存，刷落来模拟实战训练，刷到战术位置，快速装弹药，发射架升起来，上准目标，完成接战射击。海马斯济港火箭系统连7月初正式成军。随投入汉光演习，展开高强度的训练，有高机动性、远程的打击能力，部署伫中部地区会当执行跨区作战、源头打击。基本射程就有70公里，所以这一次的射击阵地已经推到3线这边，所以具有良好的隐蔽跟掩蔽的效果。对于我们的反舟波，甚至可以打到福建沿岸的源头打击任务都可以胜任。汉光41号演习第4天，战地等级提升到应急作战，国军模拟解放军用突击小船快艇直接弄入来淡水河口。由于淡水河口距离关渡大桥只有约8公里的距离，且到总统府等政经中枢也只有约22公里的距离，因此呢，淡水河口也成为共军突击艇对台发动突袭的热点之一。因此，国军在今年的汉光演习也在这里持续的演练河道阻绝，并首度试爆。沿山铺门轿车因后面有3座风扇，正做阻挡链，高速连续并4个铺动平台，阻挡解放军侵入首都圈。如果他同时控制了淡水河口两岸，然后再加上以后的淡江大桥跟关渡大桥的话，那他这2个登陆地点淡水沙仑跟八里桃园2个登陆地点就可以连成一气，变成一个超大型的登陆基地。另外，台南的喜球海堡红列，这是解放军大规模登陆的红色海堡之一。陆军5属工兵群伫这演练组架装置，抗抓北型铁网，还有更刺架。因那伫在海前线金门模拟战时补给线登去，陆军伫太武山崩坑内底实施后勤分开囤物资，强化后勤部队应变能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军退役的高官嘛组团来看咱汉光演习，分享实战的经验。这几天咱的演习的时阵，这中国是一直咧侵扰咱的海域。这中国海警船是连续2天伫咧东沙的海域来来去去。咱的海巡是认为讲，中国安尼是咧试探咱部署的情形。陆军53工兵群在伫淡水河口头一摆进行爆破操演，合作强军对台发动突袭。汉光41号演习采取无剧本演练新战术、新战法，也新战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加入。美方关心国军演习成效，由美军退役高阶将领组成的汉光演习观测团进行到台湾。当中，前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傅林就来到淡水河口，试图互助防卫，分享这个实践的经验。我们也有蛮多的一些部队有去美军跟美国有进行受训，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一个成绩的一个汉光演习的结果，事实上也会去让美国跟我方跟美国两边都会重新去思考接下来要训练的一个步骤。学者分析，除了展现台美相关军事合作，美方也研判强军确实有可能对淡水河口独立，所以国军的河道组织是非常的重要。
国军增强部队实力，应对中共挑起两岸情势紧张。也那中国两只海警船伫汉光演习期间，初9、初10侵了东沙海峡，拢无开启 AIS 船标自动辨识系统，想要来稳重航迹。海巡台南站真紧用广播来处理，两船上军敢若离0.6海里。中国海警船31东1，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台南舰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海巡研判无排除中共就由国军汉光演习期间用普设地带侵了测试咱海上昆布部署，消耗海巡的执法能量。另外，国防部昨日发布查到共计14架次，其中超越海峡中线进入北部加东部空域9架次，结合共南9架，公务船1架侵了台湾，国军是严密应付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将通过特别条例，若被是人手通过，要大家人普发现金1万块。不过，补助台电1,000亿的部分是去互抬掉。民进党迄边就批评，若被普发现金这步是要办救选前，要主动罢免。共同努力，好不好？好。国民党系列反恶霸造势活动开始，立委王宏伟10日升至松山奥运会，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来收听，国强组一波南北校反制罢免。明天晚上啊，我们有一个民歌演唱会啊，蒋万安市长还有韩国院长都会来，然后他们都会唱歌，所以下次请黄国昌主席来，因为他也很想。共款伫南北联手之下，立法议会政治日3度通过抗日新台票5450亿个特别条例，比政府原提版本加1350亿，按过排除报台电的1000亿，增加普发现金每人1万。在野党看到了人民在过去这几年不仅税收被超增，而且在物价指数不断升高的情况之下，为了要去让人民的生活能够获得一些疏解，而且能够促进国内内需的经济活动，才提出了这样子的政策。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也去实际挺罢，将目标对准南北，这笔破坏现金是为要救选前。花子孙的钱举债来救罢免，汐止区是当年民进党礼让黄国昌参选立委的选区，但是黄国昌在这里没有服务，搞得天怒人怨，最终他是真的差点被罢免掉的。所以汐止的乡亲对于罢免不适任的立委是有经验的。行政也提醒，目前台湾防台复发期才多开始，政府要做更加充分的准备。若要压制破坏现金，会扩大国家财政负担，加上台电无得到报告，财务状况无好，电价审议委员会可能决议起电价，一定会对民生产业带来更加大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天气，这风台过后，这2天啊，这各地头的天气已经有较稳定啊。不过大家有关是要注意，这过道有可能会落雷公雨。也若是人伫咧金门的观众朋友，就更较要注意安全，因为气象署今仔日是继续对金门发大雨的特报。这昨伫咧金门遐是落207毫米的雨，是有史以来过一天上介济，这积水就引起不少灾情。抛锚了吗？刚起火。听到一半熄火，骑车人是真无奈，只好冒雨撩水塞车。受到低压带影响，金门这几天是一直落大水雨，造成真侪路段是严重积水，车驶过水拢喷起来，碰到要比人较悬。好久没有这么大的大雨，你看水这么深，水这么大，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坚守在这里。希望神仙保佑啊！当地正是表示，年度做潮时阵，民众海头苦笑。也另外一个景点金水国小头前广场也积水，工作人员赶紧将积水扫入去水沟啊，卖雨水引到一个边仔的电视馆。气象署连续2天对金门发布大雨特报，在伊测到一天的雨量有207毫米，创下金门气象站设站21年来历史新高的纪录。不过，伫碧桥路一段最近大雨伫水停车场，民众怀疑无做好这个排水系统，加上大雨加工地土沙拢冲落来，有时排水沟塌掉咧。那个水沟堵死了，要清海了，里面全部都堵死了。气象署提醒，日本南方海边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无排除增强将这第6号风台逼合，虽然对台湾无威胁，不过下礼拜台湾附近恐惊有热带扰动，不应来忽视。那至于下周后半期就要留意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个大的低压带
那发展之后的话，会慢慢的朝着吕宋岛东方海面前进。预计下周后半期周5、周6之后的话，台湾附近的风向会开始转一个偏东风，那迎风面的水汽会增多。在温度方面，气象署讲13个地关温会比最近较悬，东南部爱注意受风。也那下礼拜落雨情形，礼拜四17进前，各地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关心家己，这风台造成的灾情也是有真侪也未处理煞，家己也有400多支电火条爱修理。这沿海田区亲像是义德乡，也有8庄仔头也更得停电。也那番路乡是这起啊落了，损失超过7成。豪风车登记的电火条都伫鱼池内底，家己义德乡沿路拢看到这种情形。义德乡全乡22村，也有8村停电，占全乡的1/3。新店村就是其中之一。主风台刚到今天第7天都没有来电，所有冰箱的东西都坏掉。2、3天的时间内呢，海电能够继续加派一些人力来帮我们所有的这个村落都给复原。村内也有真侪厝顶拢歹去，只好用篷布先甲砍掉咧。歹去的重要物件无到修理，也无到来煮食。3顿仔靠慈善团体所捐赠的物资也有食物。天电有部分的鱼池也无到运转，也民众呼吁需要政府协助清洁的厝遐也有废弃物。发生就发生啊！你这回收简单处理掉就好啦。我知。有一个厝顶卖一半，有一个厝顶是全部拢飞走。义德乡一对老翁仔某规间厝顶拢互风吹走，只好伫咧厝内底大布棚困。厝顶拢飞走去啊，规个拢拆了。就是你内底帐篷才困安尼啦。好。啊，无要再困。另外一边的番路乡，真侪农民是要靠无目屎。都变了。规涂骹拢是靠上落落来的鱼啊，加起树是东倒西歪。农民讲，这是40年来上凄惨的一摆。农会有估，番路乡鱼的农损有7成以上。那台风之后，这2天又非常大的这个豪大雨啊，所以接二连三的摧残。农会协助农友完成灾损的申报，也经由补价收补这方式协助农民。另外，热心的民众也赶紧来到3工。慈善团体发起的摒扫，受灾民众家园，还有学校的活动，扣掉已经报名187人，要未少民众是家己开车来，估计有500人来到3工。从那个台南新营过来的，像嘉义、台南那边都还蛮严重的，对，所以就是想说能够刚好有时间呐。志刚来自高雄、台南、台中这所在，真侪人拢是休假时来支援，要替灾区的中间尽一份的心力。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台南的沿海地区，这灾情嘛真严重。7个月饲料链是昨要安怎才有电塔可用？民众要整理厝内，所发现讲这抽水机已经去互海水浸海去。也那是码头迄边，这油啊是有超过8成去互风扇甲落了。今仔日有超过500个职工过甲居民斗摒扫。防疫3度，民众顶顶的家具摒刷顶伫巷仔内，台南市7个区饲料理共每一户拢有载后的废弃物。你在房间啊，房间拢在用吹啊。厝顶破空也是消失去，伫即届的灾情是普遍的现象。厝要重启，阁要开真侪时间。阮阁会当起，阮因为要起，当时要起，阮唔知影，阮爱有能力通起啊。饲料理伫灾后停电6天，11尾仔真无简单恢复送电。居民所发现加压机因为海水涨起来起了，水压低，真歹抽水来摒扫，里长也烦恼环境卫生。无啥大，最切小咧。水啊！安尼哦，水阁未来是无电通架，是安那是？水也烧烧了对啊。这问题啦吼，规个砖头一定咧反臭啊啦。我有公所真有叫人来消毒，啊你这无。一时间无要紧，清规个清的还来处理，一步一步来袂使啦。厝要重启，果子园也是乱草草。台南满到文旦种的面积大约840公顷，即个风体超过8成，拢落落来，落规世界文旦需要人来清理。满到农会甲青年农民是靠人做伙来整理。也都是吃这边的柚子长大，那经过这次的风灾，其实。说真的，看着看着会不自觉想要掉眼泪。对，今天如果这样，光今天1天呐，这样子来的人大概就有超过500个以上的人次，对我们地方上来讲，我觉得真的有帮助到。清出来的文旦摆伫路边有数10公尺长，非常惊人。即届风台严重损断台南，真侪石面建材受损，也有灾后废弃物出现。市府表示，已经向环境部争取灾损石面专案经费，会优先清掉风灾了后破损石面废弃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新竹北部大湖迄边受15号受风台霜冻，其中5号这地基是已经空起，30多人受影响。公所是赶紧派人去现场，把这放弃的所在先用篷布甲砍掉咧，避免若佫继续落雨，这土会继续流失去。会当看到恁家厝下骹经过雨水冲过，地基已经拢放弃，看起来是真危险。来到厝内，可当看到涂骹出现长长的笔痕，对外口一直到房间拢有。这是新竹县北部乡大湖村连续几日天大雨，造成当地15号拢总30多人安全受到威胁。我早上它一边掉下去有没有？哎，它那个3只狗就一直叫啦。我说奇怪，怎么狗一直叫？因为它这崩下去，它是房子了。它房子。它一直崩的话，没有弄的话，那房子它崩下去。乡公所接到通报了，赶紧派人到现场，把放弃所在铺篷布。另外，也进行节水甲引流作业，防止土石继续和雨水冲去，造成危险。它影响的一个住户大概上面有15户的一个住户，那比较临近的是这三合院大概有6户的这个住户。那我想现阶段我们会要求请县府这边尽快的来协助完成灾后的一个复建。那现阶段我们先把这个裸露的坡面的部分先做一个防护，那避免它再次的一个冲刷。好佳在目前土石流失已经暂时控制，乡公所后续也会协助民众向新竹县政府争取，希望编立灾后复建计划，让早互家园恢复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前日有高中生是改悠悠卡金额，后续用这个金额来退现金，诈领60多万。即阵警方阁查到讲是有人改造可比悠悠卡，嘛是利用退票的方式来诈领现金。警方是已经在追查，而且怀疑讲这可能是集团犯案。拄卡感应快速入站，用悠悠卡坐车真方便。这款的电子票证也提供通勤的人白开车订机票，但是警方收到报案，有人伪造交通票，透过直直向代替退票诈领金钱。嫌疑人是持伪造的悠游卡进行退费。那全案已依规定受理，并掌握特定对象，积极侦办中。代替紧急报案，就是因为车口有旅客摕悠游卡办理订机票退票，但是系统显示卡片有问题，要求对方留资料。伊刷看起来真紧张，就选去啊。站务人员输入卡片号码，才发现短时间内已经来来回回退钱真侪届。那张卡它是伪造的，它是晶片里面的流水号跟卡片对不到。如果没有注意。跟他核对的话，就有可能会被那个。我们对于这个退票，我们会特别注意里面内外的资料。代替初步清查，将一张卡片号码放大量复制，制造做真侪张悠悠卡，拢放改做有买订机票、向还客退票机制，领超过12000块。台北站有4条，放诈领8000外；桃园站也亲像有3条，放诈领4500外。甚至退票旅客毋是共一人，至少3个人涉案，无排除背后是集团犯案。卡片在这个人身上，然后你并不能保证，不管是什么样的卡片，它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漏洞在，所以并不能去限制这一块，所以反而是在它即使有这个被变更过的这个卡片，回到站内的时候做读卡的时候，这时候来做稽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防范的方法。其实台北捷运正常才出现高中生入侵悠悠卡晶片系统，改写欠钱的金额。诈领上万块，这个换代替受害，除了靠警方继续追查，找出幕后的嫌犯。治安专家也建议强化内部系统的警示，才当伫第一时间发现古怪。高市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有民众昨是咧台中火车头铁路大街踅街，发现讲是有一只乌托邦毋若骑入商场，对方看到伊咧甲翕，佮骑车冲过，险巧弄到。这类行为确定是违法的，铁路警察已经咧抓人，要甲伊处罚。台中火车站1楼的铁路大街，暗时人也是真多来来去去，不过有一台汽车是骑真紧，一直冲出来也差点弄到人。翕的民众赶紧闪开，不过也惊一个，因为这个骑机车的查甫人，敢若看到伊咧翕伊，遐讲甲汽车对伊冲过去，挑战的意味是真高。但是发生伫昨暗时7点半，当时正是拜五暗时，世界人也不哩多，骑机车这查甫人无爱插车是专门人行的所在，甚至是挑工骑冲过来。这你应该拢袂使吧？应该当惊人尔啦。因为要跨过这有点麻烦，他可能就想要这样过去，对，然后就为了图方便就骑过去这样。
实际上来到现场，拜六下晡人更较多，也毋过除了有三轮车徛入来这个专门人行所在以外，也有脚踏车徛入来，民众只好尽量闪开。有民众讲，部分骑车的人敢若想要对前站抄近路到后站，所以讲违规徛入去火车站一楼的商店街。警方讲，安尼做是已经明显违法。经查民众骑乘机车于非道路之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6款，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警方讲，已经知影车牌会用车入人，车行为人到案说明，若确认违规，也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并且加强巡逻甲考验，确保过路人也有乘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入学分科测验今日是上尾工，考历史、地理、数学一甲公民，成绩7月29公布。下当离场的时间一到，真侪科数学的考生就提早交卷。本身不是那么擅长数学，你要念的是不是不采计数以，所以你比较不担心？对啊，比较不担心啊。今年社会组分发914个系组，参考采用数学1的只有191个系组，主要是商学院甲管理学院。并人文社会系组的考生直接讲，考数学1就较轻松，因那数学1的考题抽奖提奖金，洗3支形成延伸应用排列组合，还有参地证规矩。为场内的试考生表示，考卷的题目困难的、简单的拢有，会当减背无共程度的考生。现在的比指考的还要简单，我觉得它的题目都没有说特别为难人，就是你只要会那些基本的东西，你应该是可以解出来的。历史科有科出土的物象，第3把摆放的相片，目前事件了后，原住民对日本人甲汉人的观感调查。题目的所在真多元，概念运用是注重知识。有高中老师讲，难度是拄啊好，有适当的鉴别度。我觉得中规中矩吧，就跟之前历届差不多。感觉是有一些东西是我没有读过的。地理科的题目也真多元，2026年的野球经典赛、原宇宙、纸板碟、川普关税等等的新闻拢考入来。代表相关的试题是占强要6成。专国会高中地理科教师群指出，题目符合世界的趋势，情景真活，代表丰富，考题水准有提升，整体有较困难。有几题都是配分到5分或6分，那这是以往比较少见的部分。所以说5分到6分，其实有没有到时候在老师在阅卷的过程当中，他的分数是怎么样子去做评析？那可能会对于同学在得分的部分会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最后一科公民伫尾暗5点半考煞，2025年分科测验结束，代课中心表示，这2天的课程是无啥问题，无重大的违规，按算成绩会伫7月29公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台北国际凌船锦标赛有一队真特别的队伍，这成员是一定看无的人。因是用耳孔听节奏，用身躯落去感觉，落去记位置，迷乱练习，把这凌船爬起个重点。今仔日暗时7点半，青春的内梦，就要带大家来看这阵目暗的朋友做伙对梦。Attention！ 比亚城一个蛋，2025年台北国际白龙船锦标赛正式起鼓。其中一个队伍是特别受人关注，是由视障人士组成的台湾乌龙队，因专工来参加表演赛。这成员大部分拢是头一届来参加，每一个人是感觉真紧张，嘛真欢喜。就很期待又很兴奋。第一届比赛啦，嘛会紧张啊，这是人的迄习惯性啊。虽然是表演赛，不过队员拢真认真的练习。在比赛过程当中，拢靠声音也有分数的感觉来进行。将其尾台湾乌龙队甲冠军差无1秒，摕到第2名。不过对因所有的人来讲，有参与都是已经赢。阮都运动评选都是意思是讲，拢甲平常人同款，咱拢会使参加，所以环境较友善，啊，大家一起民忙一起安尼就较好耍安尼嘛，有这运动评选的意义存在呢。大众对视障者要受刻板的印象，其实因会当独立生活，投入工课场甲运动，透过甲无共人的合作，突破限制，挑战更加侪可能性，抛开障碍束缚，自在生活。记者洪兆生、吴一修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
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你即马收看的是公司第一台。虽然目睭无快，不过因用热情甲唔放弃决心，甲同伴做伙向前行。结果如何是一回事。